为了提升社区阅读看册风气，在屏东南边的仁和国小专工改建图书馆，以森林为主题来打造社区共读自信站，让学生甲在地民众会当有一个舒适的空间，享受阅读的快乐。用代表大自然的插头色甲绿色来设计，甲天棚变作树枝甲叶啊，弯翘的册橱啊，若像溪水。这个特别的社区共读资讯站，其实是屏东南边仁和国小的图书馆改建的，希望会当让学生、校友甲社区的民众来遮看册、找资料，拢有一个舒适的空间。仁和国小是屏东县最美的共读站，我们希望这个社区共读站所带起的是全校孩子，再加上整个社区，通通一起来建立一个书香家庭。然后我们也把社区资讯站的资源，就是融入到我们社区的共读站里面。那就是民众除了来这里就是阅读之外呢，也可以使用一些3C 的资讯产品。就是等于说，不只提供给学校的学生、老师，也可以提供给社区的民众。为着鼓励阅读，校方打造出森林的意象，空旷的空间，让来遮囡仔会当自由自在，选家己喜的位，用上轻松的姿势看册。在这个里面会让人觉得很舒服，因为它的窗帘都是用各种树木的图案，可以让人觉得很安心。从那个门一进来，就会有一种森林的气息，然后也非常多书籍让我们增广见闻。经过改造的森林共读站，为学生甲社区的民众提供一个美丽的休闲空间，希望会当培养大家阅读的习惯。让每一个人拢通享受到阅读的快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